坏掉。梨仔树干那剩叶啊，因为今年低温的影响，宜兰的上种梨仔将近6成拢要报废。有叶子，这个才算正常的。 像这个都已经没有花苞。甲要开花，结果的花唔加落来，规个哪拢是，互来龙看甲真唔甘。看到宜兰县长林祖苗随来တင်情。即摆即种要定解定接过，对。定接过，就今年咱来啊红吼，又产生短缺的问题。所以我造成农民已经足大的艰苦啊。以一丛梨仔树来讲，平均会使生产150粒上种梨，即马剩较无50粒。除了希望中央化灾害补助，目前已经有40外位梨仔农有保含害保险，若有达到救助标准，会使领到6万块。我们昨天剪掉的，然后先嫁接，因为昨天好天气。趁这2天好天，梨仔农赶紧进行第2摆接机，包塑胶袋仔保护花园。若是第2摆接机成功率无好。 今年梨仔的产量恐惊都会减少真济，规个梨仔园阁有小雨伞来保护花园。看起来民众今年想要食到好食的梨仔，都要加开一寡钱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